今仔世界母语日哦，伫高雄市有19间学校拢有无同的活动，有的是人家咧红仔，有的表演客家八音，嘛有学校哦利用游戏过关，互学生囡仔互相来认捌无同的母语。今仔日天气真正有够好，阁无啥物趣味的代志发生。学生用几张线就当人家咧红仔，阁有台语的配音，红仔拢活跳跳。家咧红仔是阿联国中特色社团。伫世界母语日即天，学生展现因学习的成果。伫高雄美术馆真是真热闹，现场阁有各种无同学校的单位，有台语的布袋戏、客家的八音音乐、原住民的母语介绍等等，互学生接触无同的母语，互相交流。家咧红仔就是有36条线，很难的可能有30几条。人弹吉他，搁跳舞，搁用艺术去表演。高雄市毋但是台语人口上侪城市，客家、新住民甲原住民的人口嘛袂少。今年是疫情过后，高雄市第一摆举办世界母语日的活动，用耍游戏的方式来展现出母语的特色。囡仔伫过关的过程中，互相认捌无同语言，现场也安排台语、客语、原民歌谣轮流演出，场面是热闹趣味。我接触不同的母语，就是让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更有意义。咱有迄个表演，嘛有迄个来互咱学生啊，伊的社团的学习的学习的这个成果来互大家了解吼。为着推广母语，高雄市学校每礼拜会伫其中一天定为母语日，鼓励学生使用母语，毋望各个族群之间会当互相包容欣赏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